早上5点50分开始做饭，家里初中生姐姐6点50分吃早饭。系上围裙来备餐，把包子的面和好。面揉好了，直接把它保鲜膜盖上，然后放到冰箱1个晚上，到第2天早上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故事情節總會坎坷，唯獨有你靠在我身旁，盡力地為你抹去眼角淚光，盡力地避及猛風海浪，凡俗世間太彷徨，無奈青春不夠內涵，我生怕我會連累你，讓你翻山倒海般痛悲，自問已經筋竭力疲，沒夠力氣歇斯底里，我奮力追到沒法追到沒法分清我是誰，不止我一人感到疲累，翻天的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，我繼續追，傷痛亦要追，跟接下去想不想倒退，不管你的人被誰佔據，都請你原諒我，始終大不到墨爾本的翡翠，賣力地為你唱隻迷人情歌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，故事情節總會坎坷，唯獨有你靠在我身旁，盡力地為你抹去眼角淚光，盡力地避及猛風海浪，凡俗世間太彷徨，無奈青春不夠內行，我深怕我會連累你，讓你翻山倒海般痛悲，自問已經筋竭力疲，沒有力氣歇斯底里，我奮力你起来啦！哦，这个嘴巴贴的是，你醒了是吧？你再睡吧哈，等下我叫你哈，好哈，听到吗？我一人感到疲累，翻天的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，我繼續追，傷痛亦要追，跟接下去想不想倒退，不管你的人被誰佔據，始終捱不起。